收睇 Inspires HK， 我係文哥。最近最 hit 嘅話題，分別係《尋秦記》電影版同委內瑞拉總統馬杜羅同夫人被美方拘捕。官方媒體第一時間譴責，話係美國企圖入侵。某個中央電視台聲稱美國喺委內瑞拉節節敗退，2小時內切緊俘虜2人。但同一時間，大家都知道委內瑞拉一直係大清嘅友好國家。咁問題就嚟啦，如果大清咁強烈反美，但佢哋嘅官員、子女甚至財產都放喺美國，會唔會反而成為美方嘅籌碼？定係反美是工作，留美是生活？有人聲稱類似嘅拘捕行動適用於台灣嘅賴清德、伊朗領導人或者當今聖上。古有秦王嬴政年少時被送去趙國做人質，今日就有習公主同一班官員子女，據說長期居住喺美國，過住水深火熱嘅生活。呢種安排聽落似乎係為咗人民作出犧牲，實際上就好似一場人質外交。官方成日話美國生活水深火熱，教育水平落後，但係偏偏大清嘅精英子女唔少都選擇去美國升學定居，咁就好似嬴政去趙國做人質一樣，表面係犧牲，實際係被逼。呢種矛盾值得大家深思。至於大清官員點解會有財產喺美國，官方解釋當然唔會話係貪污腐敗，而係為人民保管。但大家心裏邊都會問，如果真係為人民，點解要放喺外國銀行？所以今日節目純屬虛構故事，用歷史比喻去講現實，強烈譴責美方令到習公主同其他官員子女生活喺水深火熱嘅美國，要求立即遣返佢哋回國，返嚟享受特色社會主義、人民民主專政同共同富裕。本集節目內容純屬虛構，如有雷同，實屬不幸。好多 YouTube channel 包括我哋都曾經被無理刪除，上訴到依家都未有回覆，所以希望大家幫手訂閱呢個後備頻道，仲有 follow 我哋嘅 Facebook page， 支持我哋繼續發聲。